約伯記第13章。這一切我眼都見過，我耳都聽過，而且明白。你們所知道的，我也知道，並非不及你們。我真要對全能者說話，我願與神理論。你們是編造謊言的，都是無用的醫生。惟願你們全然不作聲，這就算為你們的智慧。請你們聽我的辯論，留心聽我口中的分訴。你們要為神說不義的話嗎？為他說詭詐的言語嗎？你們要為神徇情嗎？要為他爭論嗎？他查出你們來，這豈是好嗎？人欺哄人，你們也要照樣欺哄他嗎？你們若暗中徇情，他必要責備你們。他的尊榮豈不叫你們懼怕嗎？他的驚嚇豈不臨到你們嗎？你們以為可紀念的箴言是爐灰的箴言，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是淤泥的堅壘。你們不要作聲，任憑我吧，讓我說話。無論如何，我都承當。我何必把我的肉掛在牙上，將我的命放在手中？他必殺我，我雖無指望。然而我在他面前還要辯明我所行的，這要成為我的拯救，因為不虔誠的人不得到他面前。你們要細聽我的言語，使我所辯論的入你們的耳中。我已陳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義。有誰與我爭論，我就情願緘默不言，氣絕而亡。唯有兩件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開你的面，就是把你的手縮回，遠離我身，又不使你的驚惶威嚇我。這樣你呼叫，我就回答；或是讓我說話，你回答我。我的罪孽和罪過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過犯與罪愆。你為何掩面，拿我當仇敵呢？你要驚動被風吹的葉子嗎？要追趕枯乾的水階嗎？你按罪狀刑罰我，又使我擔當幼年的罪孽，也把我的腳上了木狗，並窺察我一切的道路，為我的腳掌劃定界限。我已經像滅絕的爛物，像蟲蛀的衣裳。